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咱台湾的土豆有超过3%是分林出产的。今年受到雨水的影响，产量来减少。就伫这个时阵，传出讲政府要来进口着土豆，结果这个产地价为1斤47块，落到剩37块，农民是真心痛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出面来驳回，讲这是假消息，讲这个进口的土豆都要扣税，无可能会比国产的较俗。这个进口的1公斤都要65块。啊，讲政府即摆会用1斤40块的价销来贸国内的土豆。农民无用采收土豆，因为8月份落大雨影响，土豆的产量差真济，抑过价销却是一直败，农民真艰苦。37、8块尔。对哦，啊，进前上悬到偌济？40啊，47啊。直老啦。啊。啊，这个做成人安怎活？你话信号人下伫你要看。即嘛是土豆的采收期，抑过网络伫传讲政府拍算用较低价销进口土豆，造成这盘商无想要收，土豆的价销拢袂起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亲身说明讲，进口土豆的价销绝对袂比国产土豆较俗。佮加25%的关税，入来了进口的成本才是65块每公斤。阮会透过普买农会，阮会找分林所有的土豆主要的产区的乡镇农会。启动收港，每台斤40块。虽然政府爱农民安心，嘛话讲要掠放假消息的人，换一个场景，这高丽菜伫8月份的时，话讲1粒按200块的价销，结果2个月后，破到即马家己版1粒剩10块。去年放盘的情形恐惊会阁发生，农民烦恼讲政府已经系统失灵，农委会是想尽办法要挽救菜价。